驻华大使联名致函成全国，15个驻华大使函建地协调行动，对东突厥斯坦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以加拿大驻华大使为首的15个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函建地联署致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信函，请求与他会面，并希望他解释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等侵犯人权问题。土耳其议员呼吁政府关注维吾尔人。土耳其好党的副党组主席利突甫·托尔堪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出长期以来被停留在机场的维吾尔人的问题，并呼吁政府关注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局势。他强调，土耳其为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进入土耳其提供海关方面的便利，但是维吾尔族得不到同等的待遇。这一情况已引起土耳其公民的关注。中国达不到目的。德国联邦议员11月8日首次就维吾尔人在东突厥斯坦的境况展开讨论。中国驻德国使馆网站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德国联邦议员就维吾尔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方发出指责的做法。声明中写道，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就此向联邦议员及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是德国媒体一直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俄罗斯用河船进行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在巴伦支海利用河船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在挪威和俄罗斯之间的巴伦支海进行了一次演习，其中包括大裴奇肉和彼得2艘河船。哈萨克斯坦探索地热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正在研究利用地热能进行热能和电力生产。早期研究估计该国约40%的资源可用。据当地报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拥有丰富的地热能资源。根据初步研究，该国至少有1/4的地区拥有地热资源。